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小米 Poco F7 登場，2000幾蚊有 S8S Gen 4 512G， 仲有超型銀黑機新設計。小米旗下主打 CP 值嘅 Poco 副牌喺前日6月27號宣布喺香港推出 F7 系列嘅基本款機種。Poco F7 雖然話係基本款，但係就係一部搭載咗高通 Snapdragon AS Gen 4處理器嘅手機。已經喺香港上市，推出 12G 加 256G 同 12G 加 512G 兩個容量款式，售價從2799起。三款式係機甲銀限定版吸睛。Poco F7 喺外觀設計上面頗具特色，佢將會推出三款式係，除咗白色同埋黑色之外，仲有機甲銀限定版。呢個機甲銀限定版除咗採用咗好似鏡一樣嘅銀色背蓋之外，上半部仲有相當之具備科技感嘅色板作為裝飾，而白色同埋黑色款喺背蓋上面亦都有切割設計，以一條斜線區隔唔同表面處理嘅玻璃，並唔係淨係得簡單嘅純黑色同埋白色。小米表示 Poco F7 採用旗艦級嘅玻璃材質背蓋，結合精密加工嘅鋁合金中框，整機通過高達70公斤嘅抗彎測試，而且具備 IP68 防塵防水等級。更榮獲德國 TÜV SÜD 萊茵5星級智慧型手機品質認證。首發 SAS Gen 4手機 Poco F7 採用一塊6.83寸平面 AMOLED 螢幕，解像度2772×1280像素，支援最高120Hz 更新率同埋3200 nits 嘅峰值亮度。螢幕表面覆蓋 Gorilla Glass 7i 玻璃作為保護。而 F7 亦都係採用咗高通喺4月初發佈嘅 Snapdragon AS Gen 4處理器嘅機種。小米表示佢嘅安兔兔跑分高達2084535分，比前一代提升咗超過30%。為咗遊戲玩家嘅需求， Poco F7 採用咗創新嘅6000mm² 3D 雙通道環形冷泵散熱系統，內建 Poco 係今最大嘅環形導熱管，可以迅速導出熱源，提升導熱效率。另外，全面升級狂暴引擎 4.0， 支援 1.5K 高解析度與智慧幀率功能，喺大型遊戲最高畫質嘅設定之下，依然能夠穩定跑出120fps 嘅極致流暢畫面，並且進一步強化觸控，喺 FPS 遊戲或者係 MOBA 對戰之中，技能釋放同埋閃地反應更快，搭配升級震動回饋同埋沉浸式音效，從手感到聲場，打造更具臨場感嘅沉浸式電競體驗。另一方面 ，Poco F7 內建12G LPDDR5X RAM， 並且有 256G 同 512G UFS 4.1 兩種儲存容量規格。手機搭載6500 mAh 大容量電池，除咗支援90W 嘅 Hypercharge 極速快充之外，亦都支援 22.5W 反向充電。不過就並冇無線叉電功能。而喺相機部分 ，Poco F7 主相機採用雙鏡頭配置。標準鏡頭係5000萬像素 IMX882 感光元件，支援 1.5 光圈。另外搭配一個8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，前置相機就係2000萬像素。另外佢亦都支援 WiFi 7、藍牙 6.0 同埋 NFC， 並且內建 Google 錢包，整合 iPass 一卡通虛擬卡。我哋再嚟睇下上市信息。Poco F7 擁有黑色、白色同埋銀色，一共3款配色。提供 12G 加 256G 同埋 12G 加 512G 兩個容量版本，建議售價分別係2799同埋2999，已經正式發售。凡於6月27號中午12點至到7月9號晚上11點59分期間內購機，可以獲得以下優惠：一、可減港幣300元；二、額外12個月保養，但要喺2025年6月11號晚上11點59分內啟用；三、6個月稅平保障服務一次；四、限時免費試用 YouTube Premium 服務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嘅科技新聞。蝕住賣清貨，30蚊有15日 75G 超高用量中國數據，超平，但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。好多人放假都中意返大陸玩，一嚟大陸消費平，而且服務態度好，唔少人返大陸都會覺得係一個享受。唔係所有嘅網友用緊嘅香港 plan 都有包中國數據。所以都仍然會有一啲退休人士會優先考慮購買 SIM 卡。有冇諗過中國數據卡可以去到幾平？30蚊有15日，一共75G 嘅超高用量數據，啱晒一家大細一齊 share 嚟用。但係有一個地方要注意，想知道詳情咁就要睇埋落去啦。所講嘅就係超易儲值卡。
留意到佢哋最近將一張 CM Link 中國數據卡清貨，淨係需要30蚊。開卡之後包15日中國數據，每日有5G可以用，變相即係有75G。呢個價錢相當誇張，一個人可能未必用得盡，但係一家大細 share 一齊用就相當之適合啦。不過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，點解會賣到咁平嘅呢？因為佢哋要清貨，買卡之後必須要喺6月30號之前啟用，啟用之後15日內有效。今日係29號，變相就係剩翻2日嘅時間，相當之趕，唔怪之得要蝕住賣。但係如果你準備要嚟一個快閃 trip，咁不妨可以考慮一下。咁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